今日2025年5月31日星期六，端午節快樂！今日係試驗版最後一日，多謝大家支持。先講今日天氣，香港今日天氣多雲，間中有驟雨，氣溫26至31度，相對濕度70%至95%，建議帶備雨具。戶外活動今日事事小心。美國上訴法院恢復實施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。週五5月30日，內地股同港股集體調整下跌。民間話內地股係一日 K、C、D， 一日 I、C、U。週四仲有4000多家上漲，週五就直插冰點，4000多家下跌。最近惠譽、標普、穆迪三大評級機構俾香港穩定評級展望。穆迪更加上調香港信用評級展望，認為喺全球貿易緊張局勢下，香港信用可靠性保持穩健，應對挑戰能力依然突出。內地股三大指數5月份齊收漲，但呈現衝高回落走勢，滬指升2.09%報3347點，期間試過上探3400點但無功而返。港股5月交易收官，三大指數均有升幅。恒生指數升5.29%，本月市場整體震盪，波動唔大。美股5月表現，標普500指數累升6.1%，道指累升4%，納指累升9.7%。標普500同納斯達克指數創2023年11月以來最大月度升幅。中國香港、美國、英國等地進一步推穩定幣監管，受多方消息影響。近兩日穩定幣概念股股價唔太穩定，標誌穩定幣立法有重大進展，設立法幣穩定幣發牌制度。5月27日，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發布穩定幣發行、加密資產託管及企業財務穩健性監管提案，為加密行業訂閱立更清晰合規路徑。穩定幣某程度上係加密貨幣市場計價工具，補充甚至替代傳統法幣交易。週五5月30日。內地股三大指數全日震盪走弱，收盤上證指數跌0.47%報3347.49點，市場成交額1.16萬億元，超4100隻個股飄綠。週五市場回檔，多數係主力洗盤調倉引起。隨住逆週期調節政策實施，內地股市場已逐漸探底，呈現中長期投資機會。週五5月30日，港股三大指數集體下跌。收盤恒生指數跌1.2%報23,289.77點。本週港股延續震盪格局，恒生指數累計跌1.32%。港股自月中起保持高位區間，喺23,920至23,000範圍交投。本週高低震盪幅度到2%。週五下破20日均線同上行通道底部，有向下突破整理區間嘅跡象。若日內收低於呢個位，空頭力量短線可能加強，或推恒指落23,000關口以下，留意22,660附近支撐。週五5月30日，美股三大指數漲跌不一，道指升0.13%收42,270點，納指跌0.32%，標普500跌0.01%，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跌2.69%。投資者擔心特朗普貿易政策會打擊美國經濟，甚至引發衰退。美國4月核心 PCE 物價指數年率2.54%，月商品進口創歷史最大降幅。美國4月 PCE 物價指數年率2.1%，低於預期2.2%，同前值2.3%。4月 PCE 物價指數月率0.1%，符合預期，高於前值0%。美國4月核心 PCE 物價指數年率2.5%。創2021年3月以來新低。4月商品進口額由3月3444.7億美元跌至2760.97億美元，降幅19.8%。商品貿易逆差初值由3月1623億美元收窄至876億美元。亞特蘭大聯儲 GDP Now 模型預計第二季度 GDP 增速3.8%，高於此前預測2.2%。美國未來一年通脹預期升至6.6%，係大選以來最小增幅。終結短期預期連續4個月大跳升，長期通脹預期5月5至10年期通脹率預期中值跌至4.2%，係2024年12月以來首次下降。
結束連續4個月上漲。特朗普政府尋求關稅計劃 Plan B 對等關稅陷入法律僵局後，考慮用1974年貿易法條款實施為期150天，最高15%關稅。聯儲局諾根話，勞動力市場強勁，通脹逐漸趨向2%，若平衡有變，聯儲局已準備好應對。美國銀行報告指，全球股市預今年最大單周資金流出達95億美元，同期193億美元流入債券基金。截至5月28日當周，現金基金被贖回約189億美元，新興市場股票資金流入20億美元，係今年最大。歐洲股票基金連續7周有資金流入約10億美元，美國股票基金連續第2周資金流出達51億美元。下周焦點放喺中美製造業 PMI 指數，多個行業會公布月度數據，而留意管理層對行業展望同關稅議題嘅看法。剛公布4月人民幣印鈔速度年化增長8%，即你1萬元每年少800元。點樣追翻？搵我哋一齊探討。港元對日元同美元對人民幣現價：港元對日元現價1港元對19.23日元，截至2025年5月31日8點29分 HKT。美元對人民幣在岸價7.1961對1美元。今早經濟狀況：上海證券指數收3347點，作跌15點；香港恒生指數收23,289點，作跌283點；美國道瓊斯收42,270點，作升54點；紐約黃金報3316.04美元1盎司，紐約原油報60.97美元1桶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395。財經頻道輕鬆掌握財經動態，拜拜。今日生活憶數：5月31號，乙巳年5月初5日鼠日沖馬，生肖牛、兔、龍、蛇、羊、猴、狗、豬。今日狀態優異，鼠、虎、馬。今日狀態優良，提醒雞。今日事事小心，當日配色：黑色較旺，綠色較順，黃色適合談判，紅色較順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再見。